影像性暴力案件逐年在增加。根據衛福部的統計，今年受害者申訴案件數和頂年來比呢，有增加46%，攏總有1521件。民間團體就開記者會，講這影像性暴力的傷害，若是這影像的本身，告知洩露、騷擾和群眾，攏是互這暴力甲這受害者對調調的，受害者也無方式來討救兵。民間團體就和學者做伙來呼籲，認為講政府就要建立一個一站式的整合服務機制，強化前線檢警的科技偵測能力，也閣有人力的配置，才袂互受害者孤一個人來面對。內心冒出的第一個念頭是什麼啊？這影片存在網絡上多久？當下真的只有一片空白。這種影像性暴力的代誌是真正發生。根據衛福部的統計，今年受理的受害者申訴案平均年增加46%。114年的這樣子的一個數據是1521人去做這樣的申訴。那這個申訴的部分可以比較在113年多了，其實481人，也就是多了暴增了46%左右。民團講，影像性暴力會為有計劃偷襲、騷擾、跟蹤等等形成性暴力的連鎖體，互傷害一直擴大。不過，受害者要求助，卻找無管道。學者建議，政府就參考韓國的做法，設一站式的服務中心，互受害者討救兵的時，唔免四界走蹤。被害人一個人必須去面對，去下架，去派出所，去法院出庭，去找社工，去找心理諮商。被害人他必須一個的去面對。這5年來，兒少性白社的通報，受害者人數成長超過1倍。網絡社群才做性白社的主要場所。教育基金會針對9歲到18歲的兒少做調查，所發現有超過15%的兒少願意用數位相片來交換電腦遊戲的裝備。害者他會透過像是遊戲或者禮物的方面的一個方式，讓很多的青少年降低他的警覺性，而一步一步步入所謂的陷阱當中。那許多的青少年、青少女，他們在這個部分缺乏一個意識。教育基金會嘛呼籲家長的陪伴是關鍵，囡仔若當到性白社，唔是檢討囡仔，顛倒愛互囡仔有安全感，知影通透過報警察甲數位落架的方式來應用，嘛鼓勵囡仔參加現實的活動，減少對網絡的活絡。記者郭正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